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卜杜外里艾育普的哥哥被中国当局拘留。据报道，阿卜杜外里自2017年以来一直无法与家人联系，而这中国当局正是从2017年初以来开始扩建东突厥斯坦集中营。最新消息透露，他的哥哥埃尔根阿育普和妹妹萨季达阿育普3年来被关押在集中营。中国声称这些设施是再教育营。据悉，埃尔根阿育普于1987年毕业新疆大学，自从以来在自己的故乡舒服县担任政府干部。安卡拉大学讲师埃尔根安麦提博士披露，阿拉伯人近年大举采购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刑侦器官，而中国沿海城市关押维吾尔人的监狱附近都设有器官移植中心。近日，接受《新时代报》记者比盖奇采访时披露，根据他最新掌握的线索，维吾尔人器官比较大的买主是阿拉伯人。他还披露，根据相关消息，部分在押的维吾尔人被中共转移到中国内地沿海省份。国际媒体也关注有关中国所谓的刑侦器官贸易的新闻。他说，证据显示，中国企图彻底消灭维吾尔人。澳大利亚媒体称，叛逃至澳大利亚的中国前间谍王立强向澳方披露了北京情报机构如何通过操纵媒体，透过网络干预香港抗议活动和台湾选举，并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澳洲媒体披露，投诚的中国间谍供出中国军情单位渗透澳洲、香港及台湾政治体系等细节。澳大利亚戒酒频道表示，中国间谍王立强向澳大利亚情报机构提供了消息以后，申请政治庇护。一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冷淡的。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引起了两国之间的口水战。美国 FCC 在5人否决下通过了最新的一项命令，禁止有受美国补助的运营商使用其资金向有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购买设备。首当其冲的2个公司就自然是华为和中兴，而且这命令还会进一步验证其他公司是否会引起类似风险，并需要进行审查。华为认为 FCC 的新命令内容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企图通过误读中国法律来针对他们。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在伊朗抗议汽油价格上涨的示威活动中，至少有115人丧生。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在伊朗抗议汽油价格上涨的示威活动中，21个城市至少有115人丧生。国际特赦组织在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由于伊朗汽油价格上涨而爆发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115人死亡，但死亡人数可能比估计的多。